最近啊，早起要上班，也是讲要上课，应该有感觉讲，有真高的秋意。台中海拔2200公尺，这福寿山农场感受更较明显。这规工山顶透早温度差不多敢若10度尔，或者农场内几百丛这个枫仔树的枫仔叶慢慢泛红，有真侪游客拢上山去欣赏。 季节转秋天，高山顶的枫仔叶转黄嘛变红，透过空翕，会让看到规片大自然形成的美丽景致。行伫咧枫仔叶步道，看边的湖，就亲像伫咧欣赏一幅图，随甲学落界搭枝。山顶的游客看到枫仔叶转红，拢感觉运气真好。我刚刚已经拍了一轮了，它的枫叶就很细致，然后你要逆光，朝着蓝天的话，有那个蓝色背景很漂亮。 枫仔叶建设热岛的地点，伫咧海拔2200公尺的台中福寿山农场。正因为高海拔，就会讲下晡温度降到10度卡头，离是上悬温18度。早暗的温差，和正暴涨的枫仔树渐渐变红。天气逐渐的转凉，那我们的枫叶也变红了，非常欢迎做一日游。 农场讲，这种的枫仔叶啊真细片，加上叶啊慢慢转红，青色、红色、黄色装塔规山坪。尤其鸳鸯湖附近的步道，日本式的造景，互这个加入水。不过想要去山顶看枫仔叶，民众要注意，天气变凉冷，加上日本南边海面有轻台塔拉斯特别架起来，气象专家提醒，受到东北风、季风环流外围水汽影响，后至8个礼拜，北台湾的天气会真凉个湿。 出门之前，拢要加踏一下叶啊，可袂去感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